意思，请咱大家以下的掌声来将请伊出场。旅游县的当老监有户监咱一贯的全国总会，咱要讲老监有历史点，咱的天津、龙岗无老监咱各位老监各位养文书。各位咱的同事，各位咱的学生，咱的所在点，各位部长，甲来自中央各级院服务秘书长，以及着咱的国宝，是咱总统的领导头，咱的咱老太太，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。各位秘书、各位先生，今日是一个真特殊的日子。我老前天我有大家讲过，是咱看到一年有4个这个大节，那今日是一个秋节的一个日子。咱旅游县人会当用着这好的一个日子呢，那么在利用有性的配用已经检查女人的这个典礼，因平咱随时咱各位啊，安尼做来参加，来啊有性人所有咱遮的性众来参与来分享，不但感觉讲欢喜，嘛感觉真高兴。咱有性人经过5年的这个申请。政府呢，较将所有那么建筑这条顶顶这个证照呢，来准备开始来启动，历时6年，这中间也是咱5年的初期，那么出现那个理由，所以才会当讲6年中间分切分裂，医生。大家呢，要讲切刷清塔，完了最后咱能够顺利圆满来完成咱圣人的要求。今仔日，咱大家在面头前呢，就是一座真正规模、真正雄伟、真正庄严的一个建筑物。这建筑物呢，嘛是一个。非常舒适的道路，所以呢，这是咱大家众人的愿力，就是前日的初期，那么共同来达成的一个道路。所以这道路从今日开始来启用，那么伊就是伊历史性的一个任务，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功能力量。咱大家所在，一般道，那么道亲呢，已经将近200万位，200万人。这在台湾来讲，是一个可能法律不足，会当咱希望着大家遵守法律，盲比完全的遵守国有的伦理道德，宣传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宗教。所以呢。这一贯的存在，一贯的发扬，那么呢，互咱社会啊更加安定，人心更加祥和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这个内容啊，有真特殊的意义。咱希望讲，咱从今日开始，咱关呢，这座这段的道路开始来使用呢，咱大家爱。好好啊来运用，因为会当让更加多的父亲来教会，那么这方面会当社区机关、社会大众，高兴会当一贯道
望你在过年，那么这个菩萨会当照顾一下，咱人都会当记录着，咱正是万年真正才会好的这心。那么呢，咱心清净，大家会当通过早起来过这种，互咱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相互是安和的这个境界。那么咱人生本身啊，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。让咱努力祝咱有性人，那么从头来努力。那么给咱一样，咱所有的也咱所有的观众，所有贵宾，各位有请有乐，各位主持人，是对以后，然后主持人。